調味生活，夏天就應該食返一啲清新開胃嘅菜式。今日介紹大家做一個非常之健康嘅清蒸椰菜海露卷，佢唔單止少油，營養豐富，仲非常之好味添。首先，我哋將蒸爐預熱到100度，然後將蘑菇切粒。之後我哋將南瓜放入蒸爐蒸10到15分鐘。蒸完之後，我哋就挖啲南瓜肉出嚟，放入攪拌機，再加入雞湯攪拌備用。椰菜我哋切咗個底沖水，搣咗一塊塊嘅葉落嚟，放入雪櫃雪6個鐘，再拎出嚟室溫備用。將蝦仁剁碎成蝦膠，再放入紅蘿蔔碎、海鹽同埋黑胡椒調味。而家我哋準備一個砧板，將椰菜攤平，放上紫菜，再放上蝦膠，捲起佢。然後將椰菜卷放入蒸爐，蒸大約10至15分鐘就可以攞出嚟啦。而家我哋準備一個細嘅湯煲加熱，跟住加少少芝麻油、蘑菇粒炒大約1分鐘，再加埋南瓜蓉煮到結身，就可以熄火啦。然之後我哋可以倒入碟裏面鋪底。最後我哋將蒸熟咗嘅椰菜卷切件，再放喺南瓜嘅醬汁上面，再加啲蔥花同埋白芝麻，咁樣呢一個清蒸椰菜海露卷就搞掂啦。今日介紹呢一款清蒸椰菜海露卷非常之健康美味，好符合而家大家流行嘅輕食主義。如果你中意睇我嘅 video，記得 download 我哋嘅 APP 啦喎。Happy cooking！